實在太過分啦！點可以話係我嘅錯？明明就係你太蠢，冇啦啦自己跳出去。肅靜！當事人，請你講下當日嘅事發經過。好，嗰日出面落好大雨，屋企又冇閂窗，主人一返到屋企就即刻瞓着咗，完全冇理過我。啲雨越嚟越大，突然之間，我一唔小心就飛咗出窗外面。呢度有10層樓咁高，我完全喐都唔敢喐啊！咁我唯有大叫求救咯。點知主人已經瞓着咗，叫極都叫唔醒。出面又凍又恐怖，我被困咗喺出面幾個鐘頭。好彩當時有個路人聽到我嘅呼救，打咗俾 SPCA 求助，令到督察哥哥可以及時趕到。如果唔係 SPCA 督察哥哥及時拯救，我可能一早死咗喺出面啦。但主人居然之後仲鬧我做咩咁蠢跳出去，實在太過分啦！主人，你有冇解釋？呢件事好明顯係主人你嘅疏忽，居然仲怪人哋。睇翻外協督察提供嘅環境考察資料，已經可以見到呢個係一個完全唔合格嘅屋企，唔裝窗網，又唔閂窗，仲要污糟邋遢，完全唔適合俾貓貓居住。作為寵物嘅主人，你係有責任了解貓咪嘅生活需求，並提供一個安全同舒適嘅生活環境㗎。對唔住啊，我以前真係冇為意。原來喺你眼中，我一直都係個唔盡責嘅主人。對唔住啊，可唔可以俾個機會我改過？主人，我以後一定唔會再俾你遇到任何危險㗎喇。外協督察每年拯救動物，大部分均涉及主人疏忽而造成的意外。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rescue。如需協助，請即致電愛護動物協會動物拯救熱線27111000。